各位兄弟姊妹平安，歡迎返到嚟講廣東話嘅天主教頻道。今日呢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個故事。呢個故事唔係童話，而係一個真實、充滿住權力、陰謀、囚禁，但同時又充滿住信德、寬恕同埋無限慈愛嘅人生。主角係一位皇后，佢嘅一生就好似坐過山車一樣，大起大落。但無論係高峰定係低谷，佢都緊緊握住天主嘅手。佢就係聖父亞德萊。你可能未聽過佢個名，但相信我，聽完佢嘅故事，你一定會對聖德呢兩個字有更深嘅體會。我哋而家就一齊返到去1000幾百年前，歐洲嘅中世紀。亞德萊，佢出身就唔平凡。公元931年。佢出生喺而家瑞士同法國交界一帶，叫做勃艮第嘅王國。佢爸爸係國王魯道夫二世，名副其實嘅一位公主。細個嘅亞德萊已經好虔誠，喺一個充滿信仰嘅環境長大。但係嗰個年代，公主嘅命運好多時都同政治婚姻綁埋一齊。為咗鞏固聯盟，好細個就要嫁人。亞德萊都唔例外，喺佢大概16歲嗰年就嫁咗俾意大利國王洛泰。呢段婚姻時間唔長，但據講佢哋感情都幾好。亞德萊成為咗意大利嘅皇后，學習點樣治理國家，點樣用慈悲去對待子民。不過命運嘅第一次重大打擊好快就嚟到。公元950年，即係結婚冇幾耐，佢丈夫洛泰國王就突然逝世，有人話係中毒身亡。嗰年亞德萊只係一個19歲嘅寡婦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一個10幾歲嘅女仔身處異國，丈夫突然唔喺度，四周圍都係虎視眈眈，想搶皇位嘅權貴，嗰種恐懼同無助有幾大？果然麻煩即刻嚟到。當時意大利有個好有勢力嘅貴族，叫伯倫格呂。佢趁住國王死咗，自己搶咗皇位，做咗新君。佢知道要想自己嘅皇位坐得穩，最好嘅方法就係控制住先王嘅遺孀亞德萊，因為亞德萊代表住正統，仲有佢娘家勃艮第嘅勢力。於是伯倫格呂就走去同亞德萊講：你嫁俾我個仔啦！表面上係提親，實際上就係命令。你應承，大家就一家親。我個仔做國王，你做皇后，我喺後面操控。你唔應承呢，就係敵人。亞德萊點揀？如果佢係一個只想保住榮華富貴嘅女人，可能會答應。但亞德萊唔係，佢嘅信仰同良知話俾佢知呢樣嘢唔啱。伯倫格呂父子係篡位者，而且佢哋嘅人品同手段都好有問題。亞德萊唔單止拒絕咗呢門婚事，仲企硬唔承認伯倫格呂嘅政權。咁樣一嚟，就徹底激嬲咗伯倫格呂。佢即刻露出兇殘嘅真面目。佢將亞德萊關押起嚟，囚禁喺一座堡壘入面。呢段日子可以話係亞德萊人生最黑暗嘅時期。佢唔係普通軟禁，而係受到虐待。有記載話佢受到好差嘅對待，可能連基本嘅溫飽都成問題，身邊只係留低一個好忠心嘅僕人，個個都想羞辱佢，打垮佢嘅意志。想象一下，一個從小喺宮廷長大、養尊處優嘅公主同皇后，而家變成階下囚，喺寒冷陰暗嘅石頭房間入面，唔知聽日會點。佢會唔會驚？一定會。會唔會覺得絕望？我諗都有過。但正正就係喺呢個時候，信仰嘅力量先真正顯現出嚟。亞德萊冇放棄祈禱，佢將自己嘅痛苦、恐懼同孤獨全部交託俾天主。呢座堡壘嘅監房反而成為咗佢嘅祈禱密室。喺極度嘅缺乏同痛苦之中，
佢嘅信德好似被火煉過嘅金子一樣，越嚟越純正。我哋成日講天主嘅安排好奇妙，有時我哋喺順境時講呢句好輕鬆，但亞德萊係喺被虐待、被羞辱嘅時候，依然選擇信賴天主。呢種信德先係真正嘅堅固。就喺亞德萊喺黑暗中堅持嘅時候，外面嘅世界發生緊大變化。當時日耳曼，即係而家德國嗰邊嘅國王，係一位好有才能嘅君主，叫做奧督，後世稱佢為奧督大帝。佢嘅勢力好強大，目標係重建一個好似古羅馬一樣嘅大帝國。佢帶住軍隊南下意大利，伯倫格裏嘅篡位政權喺奧督大帝嘅軍隊面前不堪一擊，好快就被擊敗。而當奧督嘅軍隊佔領咗城堡地區嘅時候，一個神奇嘅機會出現咗，亞德萊竟然成功逃脫咗。有傳說係嗰個忠心僕人幫手，有啲話係守衛鬆懈，但喺信徒眼中，呢個就係天主聆聽祈禱後嘅拯救。奧督大帝見到亞德萊呢位年輕嘅寡婦，雖然經歷咗囚禁同虐待，但依然保持住尊貴同堅毅嘅氣質，而且佢係前意大利皇后，擁有正統嘅名分。對於想統治意大利嘅奧督嚟講，同亞德萊結婚就係最合法、最順理成章去取得意大利皇位嘅方法。於是喺公元951年，即係亞德萊逃出生天冇幾耐，佢就同奧督大帝結婚。對亞德萊嚟講，呢段婚姻當然有政治成分，但同時我相信亦係一個新嘅開始，同埋天主俾佢嘅新使命。佢唔再係一個被困嘅囚犯，而係成為咗龐大嘅日耳曼意大利聯盟嘅皇后，後來更成為神聖羅馬帝國嘅首位皇后。佢同奧督大帝有5個仔女。表面睇，佢嘅人生從谷底反彈到最高峰，成為當時歐洲最有權力嘅女人之一。但係宮廷生活從來都唔簡單。奧督大帝同前妻已經有一個仔，叫做里柯摩爾，佢係奧督嘅長子，理所當然嘅皇位繼承人。呢位王子睇住後母亞德萊勢力越來越大，又有自己嘅仔女，覺得自己嘅地位受到威脅，心裏面就好妒忌，好唔中意呢位後母。呢種嫉妒心最後演變成叛亂。里柯摩爾竟然興兵作亂，想反對自己嘅父親奧督大帝。不過有趣嘅係，當時好多日耳曼嘅人民同貴族都好尊敬同擁護亞德萊皇后，因為亞德萊唔單止有皇室風範，佢對待百姓好仁慈，樂善好施，所以好得民心。最後呢場叛亂被平息咗。呢件事亦都反映咗亞德萊唔係靠權術，而係靠德行贏得人心。時間去到公元962年，一個歷史性時刻，奧督大帝喺羅馬，由教宗親自為佢加冕，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。亞德萊就喺旁邊，成為帝國嘅皇后。呢個係佢人生嘅頂峰。但好景不常，公元973年，同佢相伴超過20年，亦師亦友亦丈夫嘅奧督大帝駕崩。亞德萊再一次成為寡婦，呢次佢嘅親生大仔奧督2世繼承咗皇位。照道理，母子關係應該更加親密啦。可惜世事往往唔係咁理想。奧督2世本身品性係忠厚嘅，但係佢身邊有個好有影響力嘅人，佢嘅妻子皇后德法諾。呢位德法諾好有野心，想自己掌權。佢驚奶奶亞德萊嘅威望同影響力太大，會妨礙自己，於是就不斷喺丈夫耳邊煽風點火，講亞德萊嘅壞話。結果搞到奧督2世同自己媽媽亞德萊嘅關係越來越差，最後甚至不和，矛盾好深。亞德萊見到咁樣，心裏面一定好痛。自己親生仔被新抱挑撥離間，疏遠自己。
佢冇選擇用權力硬碰硬，反而做咗一個好有智慧嘅決定，離開。佢暫時離開宮廷呢個是非地，去咗維也納投靠佢嘅兄弟。更重要嘅係，佢請咗一位德高望重嘅人出嚟調停，就係當時克呂尼修院嘅院長聖馬日祿。克呂尼修院係當時推動教會改革、靈修復興嘅中心，院長講嘅話好有分量。聖馬日祿院長果然不負所託，佢耐心咁勸導奧督二世。最後，奧督二世清醒過嚟，明白自己錯怪咗媽媽。佢親自向亞德萊賠罪，母子兩人終於和好。呢件事對亞德萊觸動好大。喺母子失和最痛苦嘅時候，佢不斷向一位聖人祈禱，就係聖馬爾定。聖馬爾定有個好著名嘅故事，就係佢好年輕做羅馬兵嘅時候，遇到一個凍到震嘅乞丐，佢好心將自己件軍袍割開一半，分俾乞丐。結果夜晚發夢，見到耶穌穿着佢割開嘅半件袍，對佢微笑。呢個就係聖馬爾定分袍嘅著名事蹟。亞德萊為咗感恩聖馬爾定嘅代禱，同埋紀念佢母子和解呢個奇蹟，做咗一件好動人嘅事。佢準備咗一批貴重禮物送去聖馬爾定嘅聖龕，而其中最特別嘅一件禮物，就係佢丈夫奧督大帝生前最好、最珍貴嘅一件皇室外衣。佢送上呢件外衣嘅時候，祈禱講咗一番好心情嘅說話，大概意思係：聖馬爾定，你生前曾經將自己嘅外衣覆蓋喺以乞丐形象顯現嘅我主耶穌身上。而家，請你收下我丈夫呢件外衣。我唔係皇帝，我冇權柄，我只係一個母親。我求你為我個仔奧督二世代禱，求你繼續保護佢，指引佢行正路。大家聽到呢度，有冇覺得好感動？一件皇帝嘅華麗外衣，對應聖人當年半件破舊軍袍；一個皇后母親嘅懇求，對應聖人當年對窮人嘅憐憫。亞德萊將政治嘅權力、皇室嘅珍寶，完全轉化成一份充滿信德同母愛嘅奉獻。呢個舉動將佢內心深處嘅謙卑同信賴表露無遺。可惜平安嘅日子又唔係好長。公元983年，奧督二世逝世，死嘅時候好後生，而繼位嘅孫仔奧督三世仲係一個細路哥。咁邊個話事呢？又係權力鬥爭。奧督二世嘅妻子，即係之前搞風搞雨嗰位德法諾，而家成為咗皇太后。佢順理成章攝政，掌管大權。我哋頭先講過，佢同亞德萊呢個奶奶素有嫌隙，關係一向唔好。而家佢大權在握，亞德萊嘅處境就尷尬啦。為咗避免衝突同埋可能嘅迫害，亞德萊選擇再一次離開皇宮。呢一次離開就係8年嘅時間。8年唔係短日子，但亞德萊冇浪費呢段時間。佢冇自怨自艾，反而更加專注於祈禱同慈善工作。佢去咗唔同地方探訪修院，幫助窮人。直到8年後，公元991年，德法諾太后逝世。呢個時候，大家先發現帝國需要一個成熟、穩重、有威望嘅人嚟輔助年幼嘅皇帝。邊個最適合？毫無疑問，就係皇帝嘅親祖母，曾經輔助過奧督大帝，經驗豐富而且深得民心嘅亞德萊。於是亞德萊以祖母嘅身份，再次返到權力中心，成為攝政。呢個時候，佢已經係一位60歲嘅長者。佢嘅人生經歷過公主、皇后、囚犯、被迫害嘅母親、流離失所嘅祖母，所有嘅高低起跌，將佢打磨到充滿智慧同慈悲。咁佢攝政之後做咗啲咩呢？佢冇利用權力去報復以前嘅敵人，亦冇沉迷於奢華享受。相反，佢將餘生嘅精力同財富全部用喺2件事上面，
第一，支持教會同修道生活；第二，推動福傳。亞德萊好清楚，世間嘅權力同財富都係暫時嘅，只有天國先係永恆。所以佢好慷慨咁捐錢，創立同重建咗好多座女修院。點解特別係女修院？因為嗰個年代女性接受教育、專心侍奉天主嘅機會冇咁多。佢建立修院，等女性可以有一個安靜祈禱、學習、服務嘅地方。呢啲修院成為咗當時文化、教育同靈修嘅中心。另外，佢全力支持向斯拉夫民族傳教。當時中歐、東歐有好多斯拉夫部落未認識福音。亞德萊利用自己嘅影響力同資源，派遣傳教士，建立傳教點，好希望將天主嘅愛同救恩帶俾更多嘅人。佢睇到嘅唔係自己帝國有幾大，而係天國有幾大。佢自己嘅生活就越嚟越簡樸，將大部分嘅錢都用喺慈善同福傳事業上。真正活出咗神貧嘅精神，唔係指一無所有，而係指唔被財富綁住，自由咁將資源用喺天主嘅工作上。公元999年12月16號，聖父亞德萊喺一間佢一直慷慨資助嘅修院裏面安詳離世，返回天鄉，享年68歲。佢離開嘅時候已經冇乜世俗嘅財寶，但佢留下咗不朽嘅遺產，就係對天主堅定不移嘅信德，對敵人嘅寬恕，對窮人嘅慈悲，同對福傳事業嘅熱忱。教會一直冇忘記呢位傑出嘅女性。過咗差不多100年，到1097年，教會正式將亞德萊列入聖品，等全世界嘅信友都可以尊敬佢，以佢為榜樣。兄弟姊妹，我哋聽完聖父亞德萊嘅一生，有啲咩感受呢？佢嘅故事好似一部史詩劇，有宮鬥，有苦難，有翻身，有家庭糾紛。但貫穿整套劇嘅主線係一條金線，就係佢同天主嘅關係。我哋可以從佢身上學到好多。第一，喺逆境中堅持信德。被囚禁、被虐待嘅時候，佢冇放棄天主。我哋生活中嘅困難可能唔係囚牢，但係疾病、失業、關係破裂，同樣係一種考驗。亞德萊話俾我哋知，喺最深嘅黑暗裏面，祈禱係唯一嘅光。第二，用寬恕面對傷害。伯倫格女父子虐待佢，繼子背叛佢，兒媳迫害佢。佢有無數理由去仇恨、去報復，但佢選擇咗寬恕，甚至為傷害佢嘅人祈禱。寬恕唔係忘記，而係將審判嘅權交翻俾天主，解放自己個心。第三，善用地位與財富。佢貴為皇后、皇太后，但冇將權力同財富用喺自己身上，而係用嚟建造修院、靈修、推動福傳、救人靈魂。我哋今日可能唔係皇帝，但我哋都有自己嘅權力同財富，可能係我哋嘅時間、才能、金錢、影響力。我哋有冇善用佢哋去光榮天主、服務他人？第四，家庭中的見證。佢作為妻子、母親、祖母，喺複雜嘅家庭關係中，始終嘗試用愛同忍耐去維繫。尤其係為兒子祈禱、送外衣嗰段，係所有為仔女操心嘅父母嘅榜樣。有時仔女唔聽話，我哋最好嘅武器唔係嘮叨，而係祈禱同慈愛嘅行動。亞德萊嘅一生話俾我哋知，成聖唔係逃避世界，而係喺世界嘅各種崗位上，無論係公主、囚犯、皇后、母親、攝政王，都活出基督嘅愛。無論環境順逆，都緊緊抓住天主。希望聖父亞德萊嘅故事可以帶俾大家一啲啟發同力量。如果你都好欣賞呢位堅強又慈悲嘅聖人，不妨喺遇到困難嘅時候，求佢為你代禱。多謝大家收睇。如果你鍾意今次嘅分享，歡迎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。
一個小小嘅讚好同訂閱對我嚟講都係大大嘅鼓舞。多謝大家，下一集再同大家見面，天主保佑，再見。